市民新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新声节目。咱台南市呢，为114年度开始取消自由入学，改成为学区制。那么到底呢，咱改做学区制了后呢，这么重大的变革？咱的家长、咱的学校，还有社会各界，到底是安怎来看？而且呢，咱的配套措施到底敢做了有好呢？今仔日咱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好，咱第一节目一开始，赶快先来介绍今仔日到咱节目当中的贵宾。咱首先要来欢迎的是咱台南市政府教育局咱的教育局长郑兴辉郑局长。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欢迎局长。第二位呢，咱为大家介绍的是咱台南市中小学家长协会郭正贤理事长。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好，欢迎理事长。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咱台南市树南国小戴良全校长。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好，接下来是我们2位议员朋友。第一位呢是我们的陈坤和议员。主持人好。台南市的乡亲，大家好。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是陈怡贞议员。主持人以及咱所有市民新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区中西区市员陈怡贞。好，欢迎5位贵宾哈。好，咱一开始咱直接切入主题啦哈，来请教教育局长。好，那我们国民教育法呢，基本上是规定讲是学区制嘛。为什么咱台南市吼，伫迄当时会改做讲会当自由入学？后壁为什么今嘛呢114年度开始又个改做来学区制吼？这个缘由，咱来请教育局长给大家做一个说明。是。我想这个议题伫咱今年114年新生入学进程，可能足侪市民朋友有哪会关心这个议题。对。台南市应该讲自由入学这个制度是对102年到105年这个期间呢是大量快速的增加。咱头下市民朋友讲，咱主持人有讲其实学区制呢。这是国民教育法伊的法令规定，因为大家好拢爱依那个区域来去划定它的学区那强迫入学条例来依照那个家长所在的这个户籍呢，那由区公所那么通知入学，所以这个学区制是咱台湾咱的国民中小学新生入学的这个依据啦。所以咱台南市呢，每一间学校拢有伊的基本学区A 校跟 B 校中间呢，咱为着讲中央这个家长也当选择 A 还 B， 咱各有一个共同学区。伫这个基本学区跟共同学区以外，台南市对102年都有增加一个叫自由入学。自由入学就讲所有家长拢会当自由入学来这间学校。当然，家长来讲也有足大的这个选择权。对啊。可是这样子的下去呢，台南呢衍生是一个问题，族人增加，看这个分析图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台南市依学区来入学的，包括基本学区跟共同学区的，大概只有102校。那102校内底各有77校是有共同学区的另外大概有175校。都是自由入学，所占的比例呢，大概有63.1%。下面呢，咱都有看其他5都，其他5都听同仁咧讲，因为那学习台南啦，所以那有增加一个自由入学。其实呢，自由入学有的很像是我们的共同学区，就是讲家长也当选 A 关跟选 B， 它也是有限制的选择但其中你可以看到比例呢，台南是最高。你说以台中来讲不到3%，所以这个就是台南或许当初有想到说要让那个学校跟学校之间透过这样的竞争发展特色，或许有这种的那个政策的目标想法。可是这样子下来的结果呢，其实我们也面对很多的困扰，比如说因为175所学校的自由入学内底不是干啦小校咱因空压各有60-70班的也叫自由入学，不是每一所都自由入学，有的它不是自由入学，那他每一年在做学期调整的时候，他都提案说我也要改自由入学，所以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就面临两难，你要不要让他改？你不让他改的话，
不公平啊！其他都自由入学学校，只有他不是。是。那如果让他改的话，那台南市呢再增加自由入学，到最后通通都是自由入学，对啊，那就背离了那么国民教育法那学区制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是。所以有些校长他们其实也都有提案，那在想说是不是我们要考虑取消自由入学？所以经过几次的讨论，那我们再来分析哦，我们再来分析大概从103到113。那到底当初的政策目标有没有实现？我们从这个图上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哦。是。我们全市的这个新生入学的曲线，还有呢自由入学的这个曲线，还有小校的行政区比较多的学校的曲线，它的每一年的新生入学大概都差不了多少。也就是说，并没有因为它自由入学了，然后它就吸引了非常多的学生。没有，反而是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同一区内的，比如说七股区里面有10所小学，那小学之间呢，今年你人数增加，明年换它增加，其实学生就是在那边游走啊，家长就听人家讲说这个学校不错，他就去了。永康也有这样的情况，你可以看到永康这一些大型规模的学校，它一年的增加，那一年呢又减少，因为事实上家长的选择其实他也是听人家说的。从我们教育角度来看，可能校长都知道，每一个学校都有很棒的老师，也有稍微没有那么理想的老师，可是他们都不敢讲。所以家长真的选进去了，我们也是常态编班，也是抽签选老师，所以有的其实也不见得啊。所以我们要努力的是，让每个学校都有好老师，每一个老师越来越棒。其实每一个学校就近入学都会是一个很好的学校，所以我们其实是在努力这个方向，但是你要破除家长这样的想法并不容易。所以呢，就大家经过讨论之后，既然那个自由入学并不能够发挥预期的效果，那我们大概该有一个决定。那所以从114年我们就全面取消自由入学，那回归就是基本学区。那接下来有一些小型学校没有共同学区的，我们接下来就有一些微调的部分，你们讨论，那我们来形成共同学区。那这样的话，家长也就可以临近的就近去做选择，这个也是呼应学区制就近入学它的一个精神。所以大概是做这样改变。那当然，这样的改变也的确会让他本来很想就是可以进到哪个学校明星学校的家长会有点失望，但是还好，其实我们有一些配套。那这些配套简单的说，我们其实现有你已经有学长姐在那边就已经有哥哥姐姐在就读的，对，那不会影响，就是你已经进到那个学校去读了。你不用再转校就弟弟妹妹他可以直接方便家长接送的意思。对，就是说现在已经在那个学校就读的，你不会因为说取消那个自由入学了，你的户籍又不在这边，会被这个赶到其他学校，不会。所以已经就读了还是就读。假设你的弟弟妹妹想要入学，你的哥哥姐姐已经在这边读了，你也可以继续在这边就读，也不用迁户口，因为从家长的角度来看，方便一次接送。到同一个学校，对，甚至他有他的弟弟妹妹在这个学校就读幼儿园，结果他的哥哥今年新生也不用签，因为你的弟弟妹妹在幼儿园，所以家长要送过来，那所以他的哥哥姐姐进1年级新生也不用签，就是从家长便利接送的角度，我们有这个配套，然后再来，台南市过去并没有因为工作地。然后给他方便入学，可是事实上在中西区有一些家长是来这边工作，他顺便把孩子接送过来，所以我们第3个就是，如果家长因为工作地，那你来这个地方顺便把孩子带过来，在你工作地的邻近的学校入学，也不用迁户口，你只要依工作的证明，我们哪怕是个体户你只要拍个照，你自己在那边摆摊的，我们一样都可以去承认你就在这边工作。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配套，也让家长来便利，可以把孩子带过来。那有的家长他可能租赁租赁的话，那个屋主不让他把户籍迁过来，我说没关系，你们只要能够拿到那个证明说你确实住在这个地方，我们也一样从宽，让你在这个地方孩子带去就近入学。大概有这样的一个配套，一开始家长会有担心，后来电话来问的时候，他说那这样他就放心了。所以当然这一些的配套也希望就是说让整个的改变回归到基本学区，就是国教法的强迫入学条例的精神。另一方面，我们考量到这个变动对家长的影响是最小。
的一个状况之下，我想今年的入学事实上是相对是稳定的。对。好，所以透过决定为说明，咱让知影讲为102年开始啦吼，为什么咱台南市要甲这个这个原本的学区制改做自由入学吼？来今嘛呢后边经过评估，刚才局长已经拿出了一些他们的统计数字，发现说还是回归学区制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吼，所以才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决定，为114年都开始啦吼。但是呢。当然局长拄则已经有小可说明讲一寡配套的措施，不过呢，咱在场4位来宾唔知看法是安怎吼？因为有的人认为讲，这样子回归咱的国民教育基本的这个精神理念的讲很好啊，你这样子就近入学是不错的。但是呢，有一寡人一寡家长认为讲，那你是不是剥夺我的家长的选择教育的这个权利呢？好，那我们来听听看现场我们4位来宾的意见。好，我们先听听看理事长。理事长本身也是家长嘛虽然说他的小孩现在已经是读这个大学跟研究所了，很优秀了哈。但是因为理事长呢处事很棒，所以人家就非要他当理事长不可。好，那理事长来帮我们呢这些家长呢讲讲他们的心声。其实站在家长的角度呢，我们是希望能够促使每一间学校它能够提供更优质的教育品质，还有更优质的学校特色。那家长其实这样就不用去迁户口，或者是还要再奔波之苦，打给那再来再去。而且其实还有在2个角度面，我觉得我有大概去查一下它的法令。其实，在落实学区呢，在国民教育法里面呢，其实它是有一个法源依据。但是反之在自由学区呢，反而没有法源依据。是。对。其实在这方面的话，我觉得在自由学区是真的。也值得去探讨啦，到底适不适合去做一个自由学区的一个规划？对。那在第2个呢，当然在宪法的规定呢，其实人民有居住跟迁徙的自由啦。是。那所以其实我相信主管机关刚刚局长说明的，他也没有去限制说我们不能去迁徙，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学区制，它应该是没有违背家长的教育选择权呐。应该这论点是也不完全正确。是以上对，因为家长他可以选择我去迁我的户籍嘛，我一定要读那一间我得给他户籍迁一迁。但是我们大家就是要守法，他怎么规定？但是我们要做在法律认可、许可的范围内的做法。好，那我们来听听看校长列意见呢。今天很高兴以一个偏乡国小的校长来分享一下所谓自由学区，那我在现场观察到的一些现象跟感觉。那我们想说，当初的这个政策用意有它的这个时代背景，就是少子化的这个浪潮，希望说我们开放这些学区其实就是帮我们的这些偏乡的这个学校，因为学生数已经减少了吧，对，等于说帮这些偏乡学校开一条活路，能够开放学区，能够有更多的学生能够来进到这些偏乡的学校。那这条活路呢，当然对于我们这些偏乡学校的校长，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舞作用。是。几乎在我这多年来的感觉，所有的偏乡学校校长，我现在所分享的，应该都是我在我现场上所感觉到的。所有偏乡学校的校长跟教职员工，几乎都是殚精竭虑、兢兢业业，希望能够开创学校的特色。建立出学校的特色来吸引我们的这个家长，那可以说是百花齐放。那希望说这些作为都能够吸引一些，因为学区开放了，有一些机会能够多吸收一些学生。对啊。那其实我也发现所谓的鲶鱼效应，因为我们偏乡学校的这个各种的特色建立了，其实也会造成也激活了一些非3非4的。或者是市区的学校，是因为我们搭的就是可能是他们的学生，所以他们也连带的被激活了。他们也要在课程教学乃至于社团的经营上，各校都要能够发挥他们自行的这个特色。对，所以这个就水涨船高。我们整个台南市的所有学校，大家校长同僚，我们所谈的都当然不是说因为这个所谓的。开自由学区才努力因为这整个的作为起来之后，我们整个的教育品质、学校的经营都大大的这个提高提升了。那我也可以说，因为在这个，我也可以说，我们以自由学区它所产生这个效应，或者说阶段性任务，真的是很圆满的达到这个目的。那现在我们把自由学区取消了，那以
家长的教育选择权来讲的话，当所有的学校都是品质很良好的这个学校，对于家长来讲，你选择你学区内的，当然就是基本上选择都是好的学校哦。所以在选择权上，学校已经帮各位家长们等于说已经照顾到了哦。对。那以偏乡学校的校长跟目前学校的状况，在招生的学生数不太受影响，然后又能够福音所谓的我们的国民教育的这个就近入学的精神，那学校办理起来啊，上升顺利。对，所以我们这个树林国小其实是很优秀的一个学校。我们之前有请他来讲这个推广媒体适度，学校呢发展了很多的特色，所以呢，因为接新红并没问题。但是呢，今嘛回归学习制之后呢，到底后续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待会再来请教校长。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陈坤和议员的意见。感谢主持人哈，针对拄只局长哈，佮交安的来宾的分享哈，因为取消自由学区制哈。这个代志发生了后，提出来，市政府提出来，我议会是错一个啦，错一个，错一个，雄雄公开要摆改变呵，我唔知要取消，对，好，所以呢，我们受到了很多的澄清啊，所以呢，坤和就提出议会请按告就提出专案报告，对，所以这个按这专案报告了嘛有做结论啦，但是坤和必须要再起做表达，是，不是制度，也不是政策，拢袂使调整去，是，都是可以调整的。但是调整呢，你爱去尊重原来的政策。原来的政策若真要有问题，嘛是会当伫调整以前的时阵，大家做一个讨论。对。那。阮是偏乡的所在啊，对阮影响太大啊，太大，所以我嘛是爱过来强调一下那最近我是唔知安局长得到资料，因为我是拢对伊的资料来啊，可是我嘛会当整理资料。是。伊这届本年度，国中的新的学期制，就是回归我们的学期制的时阵，那。伫按台南市的国中，新生报道的分析啦，那有影响吼，可能都要安尼中山国中啊，中山，对，中山国中对，因为他们可能减班那个大幅减班可能会减10个老师啊。减10个老师，因为明星学校，这是我得到资料，所以局长，你讲，因为我嘛是学习啦但是我是得到资料是，但是呢，113年到114年，这个国小的新生报道人数的分析，那应用大概整体上呢，基本自由入学的学校呢，目前呢是占70.26%。那这个我大概简单说明伫国小呢113年度自由入学的学校有139间一般学期制的学校有64间，总量管制学校呢有5间。那114年度总计有39间学校减班，减班的班级数呢有45班，那昆山国小因讲恢复学期之后，它会减3班最多那总计有15所学校呢增班，那总增班学校呢有12班，其中新设国小学校沙仑国际高级中小学小学部招生2班。那今天呢，伫自由学区呢，因占70.26%，恢复学期制冲击很大。那偏乡小学呢，小校呢，虽然班级数影响不大，但是呢，学生大部分快速流失，减少。就是讲按大学校可能加几班，可能袂影响偌大。但是呢，那偏乡学校专校加1、2个差足济啊。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局是
便于教育局的管理，但是呢，对于家长来讲是忙于奔波，对我们的小朋友也不是非常 OK 的。所以呢，不是讲袂使检讨级，你有没有充分的检讨？好，第二呢，大家拢爱讲法律的，我本身做律师，我嘛做唔爱教人讲法律的。好，我们的学期制的调整，如果是一个重大教育政策的变革的时候，那按照法律是有规定的哈。在按台南市的教师审议委员会设置办法第2条，就重大教育事务、教育制度的革新、重要教育问题的解决，都要召开会议来进行审议。所以按这个学期的调整的宣告进，没有在这个会议里面做任何的检讨啊。那有的时阵小弟搁要学习者。所以呢，今天不是不能调整。那我们之前在102年的这个自由学区制度，有足侪的校长，尤其社区有足侪家长，为着伊囡仔要会当稳定来伫这个以就近嘛，大家都想就近嘛。对。啊，他们就是就近在偏乡。希望能这边好好的读书。迄家长会长非常的认真，甲校长做通力合作，去找看有法度增加1、2个学生，拢非常的欢喜。对。那我知道，其实教育我们局长刚才讲的话，早就跟我讲过了。那我简单讲者，其实不是学生在那边抢来抢去，是老师是学校跟家长会跟家长认真的在营造好的学习环境。所以不管是特色教学，甚至于呢家长就认真，所以这些家长你没有落日条款也没有跟他好好的讨论，他现在呢还在那边等待，所以昆德是比较是听加在教育界现在还在教育界的，他们说调整要给落日条款。那我们认真的这些家长，你给他时间，他可能会做一些努力，而这样的一个努力，你现在一下子一下去，你管理方便，好像说，你方便，但是家长不方便呐。我在想这一点还有待努力跟沟通。对。虽然呢法令已经颁下去，可是我觉得以后教育局尽量不要做那些没有先沟通就下达指令到学校。我是感觉这点呢是我做议员对这件了解所表达。是。我想按教育局还要继续呢跟我们学区的那个家长呢做一些沟通啦谢谢。好，谢谢陈议员。所以的希望公就是在法令颁布之前多一些沟通。那我们今天也是希望透过节目让我们的这个意见可以表达，然后让我们的家长呢可以了解说，到底我们这样子改变之后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产生，什么样的配套。好，来怡珍。好，我想这个全面取消自由学区教育局是在今年的1月16号宣布的那其实3月就要入学了，所以对很多家长来讲，他本来已经安排好要念的学，他真的是会觉得措手不及对。而其实去年就有这样的状况了，去年其实就有某一些学校原来是自由学区，突然就被取消，变成了这个有学区制当时就引起了一些反弹。那其实我也第一时间就跟教育局做一些反应，政策不是不能调整、不能改，但是你要给予家长缓冲的时间你要让他知道预做准备好。你说好，我现在宣布我明年开始，那是不是这一年他可以预先去做好一些准备，而不是像现在1月宣布3月就要入学，很多家长真的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那我想这个整个教育政策这么大的变革，要全面取消自由学区，其实真的是很大的变革。但是不管是在议会去年的这个业务报告，或者是施政报告，或者是预算审查，其实教育局都没有提到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有沟通讨论不足的情形。而且这样子突然改了之后，真的对于学区比较小的学校来讲，招生真的是很大的冲击那当然如同刚才陈坤和议员所说的那在他的提案之下我们其实大家共同的要求之下，其实教育局也针对了这个自由学区取消有这个专案报告。那其实在报告当中，我也跟我们的教育局来索取了说，那到底
这个整个决策历程是什么，而且还有到底这两年到底这个学生招生的落差是什么，我们才能够去检视说到底这个调整之后的影响是什么。那当然第一时间教育局居然只给我今年的数字，没有给我去年哦。那我就跟局长说，那你是要叫我自己去想办法想象吗？那我怎么知道说这个增减的状况？后来他才补充。那补充之后，其实就如同刚才坤和委员有提到的，不管是昆山国小少了3班啊，中山国中少了4班哦，造成师资的流动以外，其实偏乡的小校，它或许班级数没有减少，但是它的学生数减少了。那其实对于整个那这个未来就衍生可能有废闭校的这个风险跟可能哦，其实对于地方啊、社区学校都是很大的冲击哦。所以我想在秉持就近入学的精神以外哈，其实整个沟通决策的过程应该要更考虑整个政策的公平性跟周延性。对，好，那局长就议员有谈到说，可能这个决定呢，修贵就是仓促了，那可能很多家长措手不及，那可能没有心理准备，没有做好准备，那这样子的话，教育局当初为什么会这么快的时间内就决定说要回归我们学区制？是，我觉得今天上个节目好像还在议会哈，不过我们是诚实的去面对了，当然大家会说啊，怎么会这么仓促？不过还是要跟大家报告，我们大概有2年跟校长持续在对话，然后最后要做成决定之前，其实有邀了4大家长团体，大家一起来讨论。那他听了我们这4个配套之后，他们大致上可以理解，就是刚刚郭理事长讲，我也不是说他一定要帮我们来讲话，而是家长就近入学这个精神，大概没有人去否定。对，可是家长心目当中还是有所谓的明星学校或他理想中的学校，它也是一个事实。是。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希望是说，家长是不是有适度的、有限制的去做选择，然后也不要就纯粹为了迷信所谓的明星学校，然后7早8早的就叫孩子起床，然后就开着车子呢把孩子呢送到那个学校，等他放学了再把他送回来。其实这样的这种选择对家长来讲，对孩子来讲，它真正的意义价值是什么？其实刚刚也有校长提到了，其实每一个学校我们要努力的是让每一个老师都非常负责的带好他的孩子。对，所以我们从教育政策角度来看，我们要努力的是让每一个学校都好。可是要让每一个学校都好，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上得来。所以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有分析，刚刚有讲，其实那个10年的那个新生入学的曲线来看，其实真的那个小型学校，你是不是真的能够吸引到外区的孩子进来？是真的没有看到这样的趋向，反而是区内的家长临近几个学校就这样子跑来跑去。其实他的真正有没有真的留住学生？今年你好，明年可能是我好，因为每一年新生进来的家长会打听。他打听到的讯息都是不一样，所以我们是在讲说，与其要这样，为什么不回到所谓的基本的学区？可是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配套，就是如果像小型学校之间，你们要相互的成为有共同学区的，没关系，大家来讨论。所以我们后续其实有一些配套的一个做法。那接下来我也要讲的是，除了这4种的配套之外，我们其实分析今年我们114年的新生，刚刚有议员提到说，那个中山国中少了4班，我要跟大家讲，同样是自由入学的大成国中呢，全校就增了6班。为什么？他以为自由入学别人会来，原来别人自由入学，他学区的学生都跑去了。那今天把它划为基本学区、共同学区之后，他们都回来，他们也觉得大成也不差啊，所以他们也就回来了。所以应该这么说，有的人因为取消自由入学，事实上他学生是增加了，那有的人或许会减少。可是这样子的调节的结果，如果慢慢的也让家长知道说，其实就近入学也不见得是一个不好的学校，当然还是很棒的一个学校。那另外更重要的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的调整之后，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小校基本上也都能够有很棒的一个经营，这个目标是不会改变的。那大家会讲说今年哪一些学生的生源减少？我要讲的是一个整体的数据。今年我们的国小1年新生大概有14000个左右，然后到了119年的时候呢，新生只会不到1万，
不到1万。国小几乎它的每一年的入学呢，我们从趋势来看，学校从幼儿园这一个在台南市设计，大概曲线是往下。是。所所以整体来讲，你像这5年台南市的新生，除非有外县市移进来的，不然的话，大概就要减了将近3、4千个人。对。那3、4千人就是要减到120-130班。这个是必须要去面对。所以有一些区域，学生真的越来越少。那这个就接下来就是要面对的是少子女化，然后小校的何去何从的问题。不过今天不是我们的讨论议题，所以我们要讲的说，今年新生有的学校减少，是因为今年相较于去年是大量减少，所以国小几乎就是整个都减。那国中呢，大概回光返照，大概到115人，明年还会增加，116就往下，几乎就是往下。所以我们是从这个政策的整体数据呢，我还是要很坦诚的跟所有市民朋友您报告，少子女化在台南，也不是只有台南，全台湾都是一个要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对啊。所以今年看减少，事实上是确实是一个事实。可是对小型学校来讲，它还是6班，所以它整体的减班并没有发生。是那学生数减少是因为少子女化所造成的，而不是因为取消自由入学所造成的。是因为事实上，我刚刚还是要再强调。一般入学的学校，这个数据可以看得出来，它减少的，像以国小来讲，一般入学的减21班，对，减班的学校有21校，是，然后呢，自由入学的学校，减班的只有17校，所以不是只有自由入学的学校减班，一般入学的也减班，而且减的还比自由入学原来是自由入学学校还要来得多，是，所以不是因为取消自由入学才让它减班，是因为少子女化造成的一个结果。国中你也发现也是同样的趋势，对，它原来是自由入学的，它减班了才4个学校，是，那一般入学的减班有14校，所以我们就是整体来看呢，事实上取消自由入学，它的核心就希望家长能够把孩子这样就近入学，但是我们的4个配套就是家长接送方便，所以你已经到了自由入学那个学校去了，你的弟妹就家里面的只要还有小孩，你都送到他们都毕业为止，所以并没有影响。所以真正影响的是你家里面只有这个小孩子今年要入学，对，那我们说对不起，你可能要离家里比较近的那个学校你自己的基本学区，或者是你的学校跟他校有共同学区，那这2校你可以去做选择。是，所以我们接下来其实一些配套家基本上也希望说，那我们有的学校说，那我本来自由入学，现在把它取消，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学区怎么办？我说没关系，接下来我们第2年我们来检讨，或许你可以扩大你的基本学区，甚至再扩大你的共同学区，这个可能是接下来我们看今年114年新生入学之后，我们再做一些必要的微调，那把你想要一个政策，要把175项自由入学，除了实验教育学校之外，全部把它取消。这个政策的决定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可是我们其实也花了非常大的一个心思，我们去面对我们应该要面对的问题。我们不怕挑战，但是或许这个过程让有些家长突然间非常的 shock。那我想也跟大家来致意。不过家长听了我们的配套之后，我刚刚有讲过，基本上他们大致上对他们冲击并不大的情况下，他们大概是可以接受。是，所以教育局有这些的配套啦哈，然后另外就是说，之后实行以后会有这个滚动式的修正这样的方式。好，那我们也听听看在场来宾哦，对于说好，那我们竟然呢114年度的是要取消这个自由入学嘛？那到底我们教育局的配套，还有你们认为说可以增加什么，或者是说哪些有待改善的地方？我们先请教怡珍。我想这个取消自由学区之后，我们台南其实刚才局长有提到，原来有277所国中小，其中有大概6成3都是自由学区。那取消之后，就造成很多家长为了孩子要念书开始忙着去迁户口，那迁户口就变成造成了这个户政跟区政人员的一些压力哦。那我想我们也看到说，这个取消自由学区之后，这个明星学校建新国中、复兴国中一样是备取，好像建新国中备取到了200多人哦。那其实看到说，像有些偏乡的学校，那有些生源比较小、学生来源数比较少的这个学区比较小的学校，就造成了他们可能累积
多年的这个教育特色都受到了冲击哦。那所以我想，其实我们有几个教育局应该有的一些配套的建议啦。那学区的划分应该要来检讨，要兼顾基本生源跟地缘的合理性，确保每个学校有固定的生源，避免因为招生困难而减班停办。然后要建立这个小校大学区的制度，保护偏乡小校的特色与生存空间，让家长有合理的选择权，而且要滚动式的修正政策哦，保障因为政策改变受到影响学校师生的权益，这是我们给教育局的建议哦。那我想刚才局长有说，他要来检讨这个学区的部分啦。那其实我们觉得对整个政策最大的疑虑就是说，你要取消自由学区前，你应该在这个新生报到前去召开这个学区划分的会议哦，把整个学区做一个合理的调整而不是已经上路之后才来说我们之后要来检讨哦。所以其实取消自由学区的政策，我想我们可以接受讨论哦，但是我觉得就是其实像以这个学区来讲，有些学校它可能面临要增加这个基本学区，有的学校要扩大共同学区啊，而这些事情应该是在你要取消自由学区前就做好了，而不是现在才来做。应该要在取消前全面去检讨整个学区的合理性，然后做一个合理的分配，这才是正确啊。所以我想整个政策上还是有一些执行上的瑕疵，也是要提醒教育局。好，谢谢怡珍的意见哦，我们教育局还要做个参考了哈。来，那陈坤和议员呢，列建议是安怎？少子化是当前最严重的问题了。对。那但是听的容易被人家觉得会大吃小，大吃小。大吃小。所以我们办教育呢，产业或者竞争都在，政治都在大吃小，但是教育，一定要有很耐心，而且要很。主管机关要很会审，因为很优秀的人才通常可能就在偏乡里面出现，那这个学区制度刚才有讲过，我们台南市有教育审议委员会，我在讲说依法的组织有哪些人，他有各方的代表，有教育学者专家、家长会代表、教师会代表。教师工会代表，工会啦教师代表、社区代表、弱势族群代表、教育行政人员代表、学校行政人员代表，因这都对教育都做关心，而且认知可能都比我们议员还。对啊，所以各界代表都要有啦，对不对？所以刚才我们教育局，你看我来讲，因为取消学区的制度。人家没开这种会议啊，那他是102年执行到113年，定了12档，所以它是一个政策已经做了很久，你要把它改变，而且这个改变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是重大政策的改变。这个会议要在台南市政府启动，因为这是我们台南市的法令。对。所以呢，没有法令，那刚讲说有找谁来沟通？找学校校长沟通，学校校长来其中的一部分。这个会议有没有会议在这边？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看到。那因为所以人家会觉得说这个政策呢不透明。那刚才讲为什么？因为在谈我们老百姓要遵守就法令，尤其是我们公务人员要遵守就是程序的正义。刚才会不会影响讨论的内容？那是实质问题。可是呢，讨论的这个程序要遵守。可是这个就是政策重大改变，有没有去遵守？所以你不能说我找校长，我很多校长认同，然后就形成一个政策，那这个法令定在那边。所以我们的法令是定得很好。但是执行如何？所以呢，现在呢，因为我们现在还做很多的家长。因为还是很关心，因为他学校，因为我们乡下嘛，所以我们南七股，而且我还讲，因为我们要去，你现在一检讨没有给他落日条款，譬如说我们七股工业区，大概至少6000多个就业机会，原来是预估有1万左右，那进来的人数呢，大概呢也大概会有6000人左右，在七股还不包括家里，所以呢，他。2.5年，工厂必须要进驻生产哦。
马上就看到了。106人，116人看到，所以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考虑？因为这样的一个政策下去，我们南七股可能3、4所学校，可能不小心都要被废了。所以我在想，孙雷教育，我本身也是教育出身的。是。我在想，我们孙雷教育界的那个领头者，应该要更有耐性，更周延，而不要用数字。那个数据我要讲，大概读博士、读硕士都知道数据。小学校的人数本来它的数据就是不显嘛，大学校的数据做显数嘛，很明显的就会影响嘛。那你不要因为教育上面看到小校的数字好像变化不多，然后就觉得不去重视它。我在想，教育应该不是这样。这是我的看法。好，谢谢陈议员。好，那校长呢？你觉得说这样子的上路啊，可能2位议员都觉得说太仓促，然后可能没有做好这个事前的一些开会或沟通。那您个人认为说，后续如果配套应该怎么做会比较好？配套？对。可能刚教育局讲的那个配套啊，你觉得这样子的配套够吗？对，依配套来讲，就是说我们教育局这边设定出来的配套，让我们现场的执行单位，对，确实执行起来还算方便。对，但是各校所影响的效应是会差异性很大。我现在就举一个我们学校，我想大家，我偏乡学校校长都来了，大家一定很想，刚好可以分享一下，我这个偏乡学校校长在这个自由学区取消之后。我们的招生情况跟往年是否有不一样？对啊。那我大概有准备了一下，不过我这样子分享的只是我们学校的状况，是其他一样，即便是一样是那个偏乡学校，他们的状况可能都不一样。或者是举出，所以大家听了不要误解，说我讲的就代表各校的情形这只是代表我们学校。当然这多年来所有的偏乡学校，大家都很努力的来经营学校，是应该可以说是挣扎。因为我们现在废校，裁并校或者是重新办理的，每一年都有。这对于我们的学校的教职员工，我们都知道，这是一种警钟，会刺激我们更加的来服务我们，提供更好的品质，来服务我们的学生，来吸引家长。那以今年取消自由学区，刚好我们算是第一次来办理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嘛。那以今年的话，我们的报到率。报到率就是说我户政的人数跟实际到的是大概5成，5成，所以还有一半没有报到。对，好，那其实往年也大概是5成，往年也是5成。对，所以没什么差别吗？所以对我们学校来，为什么对我们学校？对你们学校是没什么，几乎没什么差别。是。当然有来了5成，跟没有了5成，都是我们可以去思索的地方嘛。是。那这个。2年来，我都按照这个户政事务所这个名单，挨家挨户，我每一户都帮他跑到。是哦，校长好认真哦。对，不要多，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想那个，提供更好的品质，希望更多的学生来受惠嘛。是。那一方面感谢愿意来支持学校来就读的，也顺便跟他报告一下学校的一些特色，让他的小孩子能够很安心的来就读。对。那特别对于不想来的5成。我也是尽量的希望能够了解原因，作为我们改进或者努力的这个方向。那根据我这2年来，从家长口中，有时候他们不想来，也不见得会讲得很清楚啦。不过大概可以模拟到他们主要的原因。依我们学校主要原因是因为小孩子不愿意来。小孩子不愿意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树林国小没有附设幼儿园。那在小朋友。幼儿园阶段，他们就已经到邻近的学校的附设幼儿园或者其他私立幼儿园。那小孩子在那边就读之后就习惯了嘛，每个学校都是宝贝，都会把他们照顾得很好，所以他们的感情也都建立好了。对，甚至说手牵着手说我们继续读1年级。大概我流失的里面大概有8成都是就读我们邻近的这个附设幼儿园。所以当然我知道这部分我们就等于说学校也没办法，那我们的重点还是回归到将学校的一些教学特色做得更好。那当然了，我们的办学绩效还是有受到肯定，也有市区家长慕名而来。对。那目前学校当中大概也有3成是属于外来的，都安尼加减，
大概这样惨淡经营，还可以维持在38到40的这个学生人数。那我也跟我们的同仁互相勉励说，我们这1-2年来有进步，希望明年我们冲破40这个数字啊，这是我们继续来努力的这个目标。那但是也刚刚也听到韦局长报告这个我们整体人口数少子化的这个浪潮越来越加的严峻。但是这些严峻都是我们的一个环境，我们在这个时代的浪潮之下，就尽量来发挥我们所能做的这一个教育绩效。所以其实呢，对于这些今年来讲，没有，比如说我流失掉了这个学区内的这个家长，当我跟他提到，这是重点哦。当我跟他提到说，你的学区在我这里哦，你如果要去那边的话，我也会跟他告知说，你要把那个，也要把那个户籍转到该学区去啊。我从他们的表情看得出来，他们完全没有动摇。没有动摇，还是要转户籍。因为我们这个附近大概学校都会有配套设施，也会通常里长啊，或者说相关的社会贤达也都会来帮忙处理户籍的问题。对，这个让家长他本身大部分也都会来自己想办法。所以这一个自由学区，以我们学校来讲，你自由学区和取消自由学区对我的招生，以我现在目前这几年的观察，对我们学校是不太有影响。但是我知道有些学校影响很大。当然了，那个可以赚到学生的，当然他会很支持这样子的一个变革。那可能流失的，他当然会比较持反对的这个立场。那就我做分享一个偏乡学校校长在这件事情上，我们领悟到的就是还是努力的建立学校特色。在我们教育局这边很多的这个教学，算是说比较先进的一些我们的教学专业上，我们要专业来成长。能够尽量争取到各界的资源来充实学校的各种教学作为跟环境的改善。这是我这边分享一下我们偏乡小学，就我们学校，其他不见得是这个样子。今年的整个的招生的这个情形所以底下咱树林国小其实招生状况是差不多，但是我刚刚好第5告领金，还挨家挨户一个一个去拜访而且我觉得校长说的没错，你真的要把自己的学校办得有特色，然后把你们的师资啊，各项设备都把它提升，这样子家长看了就会想说，我让我的小孩去就读啊，我去读那个班级数人数那么多的，反而就是说这个教学资源不一定配套的好，对不对？好，所以那我们也给校长加油，继续加油，很棒。好，那理事长也拍手了哈。那理事长你也来表达一下你的看法，对我们教育局就是说这一次让回归我们的这个学区制之后呢，你的建议是什么？我觉得刚刚听完两造双方的那种表述，我觉得有点间接。我用在这他们的论述，我用在家长的角度来看好了。其实家长的角度有分为城市跟偏乡，或者有经济能力跟没有经济能力的家长。对，是。今天其实我会更看待的是没有经济能力的家长。那他是不是一定要在偏乡就读？那其实刚刚在探讨自由学区，其实这一类的家长是属于可移动性、经济能力高的。那如果自由学区存在的话，那这些人都移动出去了，那偏乡小学自然而然它就消失掉了。对，它自然就消，因为大家都可移动。那所以跟局长在讨论的时候，为什么会去认同他说他可以去执行这政策？因为我觉得偏乡不可移动的这些孩子，更应该要去照顾他。对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把他留下来照顾他？就是用这些刚刚校长这个角度，那自然的让我们把学生把他聚集在一起，让他能够就近去入学。对，那可能有刚刚讲到，可能是他的学生数会渐渐减少。那所以我大概就有想一个，就是刚刚就是我们可以把他每一个学校的圈，就是它原本范围是邻里嘛，可能它邻里规划的人数可能不多，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以学校的中心把那个范围变大，是把他的学生把它南瓜多一点，不要说因为旧的规划邻里制度，有可能人口都外移了。对，那个里可能都移走没有人，但我们是在重新老年人啊，没有小孩，但那他是不是我们是把它扩大，让这个学校的学生生源能够变多，让这些孩子可以就近去来就读。对，因为他毕竟可能是隔代教养或者比较没有能力去迁户口的，他必须在原地。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要把这个制度
把它落实好，让偏乡的学校真的能够，当然校长的认真这一定要啦，但我觉得也不要花太多精神去挖学生哦，去甲校挖2个，去乙校挖几个，我觉得应该把精神放在如何把教学品质做好。对，真的，因为刚刚在讨论的都只是好像在挖学生，我觉得这个不是根本。我觉得是应该让校长专心的去办学，然后我们把学生就集中给他。对，所以我觉得自由入学这些是针对好像经济高的那些，他根本就可以迁户口了。对啊，我觉得这些他要迁，我们没办法去限制，但我们更希望孩子能够留下来，缩短交通时间，真正的去读书。那当然希望教育局能够督促这些偏乡学校，更认真的去办学，把学生留住。对，真的，如果你学校办得好的话，家长家己主人的家囡仔送过啊。所以这些偏乡跟我们比较城市的这些学校哈，就是我们教育局多关心他们，尤其是像校长这样子，好认真在办学哦。对，所以我想郭理事长他谈到的家长的选择，这个在国外英国跟美国做过，到最后就只有谁有选择真的会落实，大概就是中上社经背景，那中下基本上他们大概不会做什么选择，所以相对来讲不见得是有利的。那第二个基本上戴校长他有讲，为什么他今年还是只有50%？其实不是他，因为我们自由入学取消了，为什么还只有50%？是因为我们的配套，因为有的家长已经离开了，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是自由入学，我的学生就会增加，不见得。别人也自由入学，你的孩子学区内的搞不好就跑过去了。所以今天把它取消了之后，慢慢的这些学区内的孩子，基本上还是得回来。那当然这过程里面，校长你们说这样子，原来自由入学要发展学校特色，那我试问嘛，今天把它取消之后，你学校难道不要发展特色吗？你还是要，因为你要守住我学区内的孩子啊。所以哪一个学校？你还是要认真的去办学，那这样的话，让孩子学区内不要跑嘛，你就是让他留下来。所以这个部分的论述，或许大家都有一些想法，但是我们其实都有一个整体的思维。如果回到学区内那基本上就近入学这个概念的政策可以落实，我们又有配套，那基本上让家长在这个过渡期当中，至少不会说我要把 A 送到 A 校。我把我的小孩子要送到 B 校，我们把它都集中有一个过渡，然后每个学校我们持续的还是要请校长，要好好的带着学校的老师把学校经营好，才能够获得家长的肯定。那这样你学区内的孩子才不会跑掉。所以我们取消之后，我刚刚举的大成，他为什么今年会把它增了6班，是因为他本来自由入学，结果别人自由所以他跑掉，现在回到这个取消之后，有的人想一想。其实他还是可以跑掉，但是他发现也没有那么差，所以他自己就反而回到自己的学区来就读，反而就近入学。所以我是觉得，当然制度的变革，当然议员刚刚也会很多的关心说，为什么我们怎样？当然这个部分我们再来受思考。不过每一年我们的学区调整大概都在前一年大概10月开始大家来讨论。那当然或许可以更早一点。那当然我们或许可以有修正或是在思考检讨的一个空间，但是。今年其实我们回到114，我们整个新生入学那稳定性来看，基本上是相对是稳定。那当然，有些家长可能还是会觉得说我只有这个孩子，为什么我不能进来？那建兴国中，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它不是自由入学建兴国中是一个总量管制的领域学校，你家长要来，你还是要迁户口。对啊，所以他还是迁户口。对啊，他就有本事。那为什么中山会减呢？因为以前的话就是，那我建兴进不去了，他就到中山。可是家长就变成说，因为是总量管制进不来的。那我们就要让他们选择到底进，结果今年后甲就突然间增加很多，因为大家觉得我不是建兴国中，我就到后甲去。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到复兴？为什么不到中山？还是回来本职，就是我校长跟校园老师，我能不能够让家长来信任，把孩子就带过来？那当然啦，很多家长基本上也都从外区迁户口来的地方，说实在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做说明，你的孩子只要够优秀，家长够支持。其实你孩子即使到其他的 B 校、C 校、D 校，都还是非常的好。对、那我们只是希望说稳定我们每个学区内孩子他们的就近入学的精神，然后老师好好教，
然后把每一个孩子至少能够让他们这个发挥所长。我想这个是我们政策上一直在努力的目标。我想做这样的说明。是好，那我们针对今天的议题哈，我们最后每位30秒时间帮我们做个结论。来，我们从怡珍开始。我想针对整个取消自由学区的这个政策很仓促哦，那我想对于不管是偏向教育或者是教育资源分配都带来一些冲击哦。那我想当然教育局这个利益是要改善公平哦，但是我想在这个沟通不足、缺乏配套，还有这个时机很仓促的情况下，引发各界的反弹哦。所以我建议教育局应该要重新检视跟调整推动的方式。对，所以我们事前如果能做好沟通啊，这个反弹声音就会比较小了哈。来，陈坤和议员，我想。诚如宜珍议员刚才所提的，整个的沟通协调面很重要，而且我们的法令相当的周延。是。那为什么会这样周延？因为呢，他要让很多人来参与教育的这一个重要，因为小朋友不能拿来做实验。我们一定要用最好的方式，随时用最好的方式让他来受教，这个受教权。所以呢，我们虽然教育主管单位他们是最内行，可是呢，一定还是要很谦虚，广听各方的声音，自然呢就能够把教育弥平。那办学校、办教育，本来校长这个本来就该做的事情。我在想，大家的观念呢、想法应该是一致的，所以沟通协调面非常的重要。好，谢谢议员。来，校长。以学生数来讲，对树林国小来讲，自由学区跟取消自由学区，算是比较其次。学校来讲，重点还是创新教学，好好将学校经营好，发挥特色，自然能够吸引家长进来。好，校长加油！来，理事长。其实站在家长角度，真的希望教育局能够真正的督促学校，把偏乡的这些学校，把它真的做好，让这些孩子能够好好的在偏乡里面好好的去学习。教育资源能够平衡它，那不要说有城乡差距，这是我们家长最好的期待。好，其实大家都是为了咱的囡仔好啦，也希望说我们的教育能够平均一点，然后每个学校它其实师资跟它的设备跟资源都一样好的话，那就不会有这些问题。来，局长。我想谢谢。其实政策决策过程当中持续沟通，当然我们还是要持续去做。那刚刚提到的4项配套措施，其实就是在跟校长还有家长团体在讨论这个政策变革过程当中，他们提出来的建议，所以我们让整个配套基本上能够更完整，对家长来讲，相对他的接受度会比较高。总的来讲，我们只是希望让孩子就近入学，让家长呢接送孩子也能够方便，事实上所做的一个政策决定。那当然未来或许还有调整的空间，那我们持续会滚动修正。但是我们真的很希望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陪伴，与其迷信某个明星的学校，还不如你陪着孩子在你们学校附近，在你们住家的附近他在学习上面多给他关心，多给他支持，多给他陪伴，我相信你的孩子一定获得最好的一个学习。是。好，咱今日探讨的这114年度开始，咱台南市呢取消自由立判改成学区制。好，那这样子持续下去的话，到底呢执行成果会如何呢？我们等待后续有时间我们会来继续看这个数字来做检讨。然后局长讲的滚动式的修正，我们要来看看说，到底它配套做得好不好？和咱今日的讨论底下咱观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建议，赶快欢迎和咱制作单位或者是我们教育局相信教育局也很愿意去采纳。和咱在此处感谢各位贵宾，谢谢你们。那么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市民时下直播，底下各一段了，咱再会。